但係就好耐之前，我諗都10幾年前㗎啦。同屋企人嚟過食海鮮啊，玩下咯。不是第一次了。好啦，再問呢度。佢哋所講嘅目的地就係長洲啦。尋日阿嬌、方力申、田亮同黃聖依喺呢度經歷咗日曬同雨淋，切燒豬嘅時候就出太陽，到做訪問嘅時候咧就落大雨噃。當 Alex 講起長洲嘅淵源，就可以感受到大家嘅狼狽㗎啦。我記得我爹哋話發掘我有游水呢個天分就喺長洲，因為睇到我即係全日喺長洲度跑嚟跑去又行山都唔怕攰，所以我覺得咧，再次嚟到長洲咧，感覺咧好開心，好興奮啊！係啊，今日仲依家睇大家都好係落住雨，大家都好興奮喺度避雨咁。以前是跟着那個國家跳水隊來香港旅遊。來到這裡，我也不知道這個叫什麼地方，然後讓我們逛了一圈又走了，所以呢，當時不知道這叫長洲島，但是現在非常清楚了。而第一次嚟長洲嘅黃聖依咧，就超浪漫、超舒服。我很享受那個坐在就是陽台上，然後看着大海，然後喝着茶。緋聞男女方力申同阿嬌一碰頭，好自然成為焦點。Alex 好照顧阿嬌噃。男嘅細心之餘咧就好緊張，反而女嘅就好大方噃。不過喺咁多記者面前就會緊張少少咯。係啊，我唔習慣啲焦點擺晒喺我度啊，即係企唔企埋都寫㗎啦，唔企埋又話面咗，企埋又話再傳緋聞咁樣，咁我都唔理啦呢啲嘢。